有冇諗過避孕藥出現之前嘅女性生活係點？當時冇人在意避孕不特止，19世紀末美國仲禁止散播避孕信息。女性結婚之後啊，基本上就係不斷重複懷孕、分娩、哺乳嘅命運。而推動第一粒事前避孕藥嘅 Margaret Higgins Sanger 就喺1879年出世，佢媽媽就正喺結婚第22年生第18個小朋友嗰陣難產死亡。當時除咗避孕思想唔普及，終止懷孕嘅方式都好落後，墮胎仲未合法化，冇錢養細路嘅媽媽只可以去黑市診所用衣架呢啲危險方式墮胎。目睹呢一切嘅 Sanger 喺1916年開咗美國第一間節育診所，不過唔夠3個月佢就俾人拉走咗，理由係散播避孕信息同器材喎。不過令人感動嘅係，案件開庭嗰陣，成30幾個婦女帶住一大班細路去法院支持佢，用浩大嘅聲勢話俾法官知，佢哋真係有避孕需要。而 Sanger 最終都被監禁30日。自此之後 ，Sanger 仍然積極推廣節育避孕。喺35年後嘅1951年，佢已經70幾歲啦。佢認識咗研究干擾受精嘅內分泌學家平克斯，仲有身為天主教徒但研究避孕方式嘅洛克醫生。佢哋經過5年實驗，喺1956年第一粒事前避孕藥異權立行，終於問世。不過都唔係粒藥出現咗，女性處境即刻改善㗎喎。想知多啲，撳入 caption 睇下啦。